米兰时尚发型为20当前开始导入义诊服务，为早期一档只有数十场的义诊，经过团队多年基辛付出之下，后来每档会当达到上百场义诊，服务破万人次。虽然已经这2档场数减少，但服务无中断。离米兰时尚发型这4档来，也将11月11日定为集团的义诊活动日。111对米兰时尚发型来说，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出来服务社会需要服务的人的意义。对，除了我们自己可以，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帮助别人以外，在这个阶段，其实大多数的人，他们其实都会想要利用这个时间，然后把自己弄漂亮，因为这个时间是大家会很努力去花费买东西啊，什么加1送1的。那因为我们老板其实他一直以来都觉得我们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所以利用这一个活动的时间，其实就发挥我们的长才，然后出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这次义诊的单位是为在渔港岛的水河一直中心，中心的组长表示，真感谢米兰时尚长期以来持续为婴仔义诊。我们其实长期都是接受米兰时尚发型来我们中心来提供义诊的服务。那我们的对象基本上就是小朋友，0到6岁小朋友，还有就是18岁以上的成人。那有一些在这边。他们在这边就是逐渐适应，就会减得还不错。像他们如果平常家长带去外面，有时候就是会大哭大闹，就会很难控制。在这边就是算蛮适应的，所以就很感谢，就是米兰长期就是每年都会2、3个月就会来一次。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家长也都很习惯有这个服务。然后如果太久没来，都还会来问我们说什么时候还要再来这样。所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方便跟福利这样子，很感谢米兰这样子。米兰时尚发型双11义诊服务范围涵盖大台南山海线，包含指定日照中心、北门区的红能家园、七股区的日间照护中心、嘉义区的日照中心、水河一直中心、常态教养院、生态老人长照中心等在野单位，服务将近600位长辈甲囡仔。米兰的设计师更是捐出一个餐费，帮助绿色团体。真正是人美心更美之群人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